甲骨释文第5集，有缀妈祖去进香无？几啊天的行路进香，你有缀着无？遮个小朋友真有福报，软脚骹，互妈祖祝福。软安怎写？咱来研究。菱角、衢菱、平冷，哈啦，即字读菱，即字嘛读软，软脚骹就是即字软。软即字文献安怎讲？晋即字已经废啊，因毋知影到晋2024年3月22日，台湾人还咧用软即字。天拄光，透早6点，已经一大群人排队等粉红草炮，准备软脚骹。用台语学汉字第4集有讲过即字菱，先更正。迄集讲悬高大爷，悬加悬写即字，改写失传的即字悬，悬加直接安尼写。说文解字如何解说即字菱？月夜将吹将悬，悬高大爷，即字吹意思是兄弟摸。安尼说文解字的解说有道理无？无，既然是兄弟摸，行路无顺啊，为何意思是月夜呢？为高大的下面兄弟摸，用台语讲的软来解说。是毋是就通啊？文献呢袂通。来看高人的解说，即字软将绿将吹，绿就是绿的生写。对文字的结构来看，就亲像一个人有土堆下撞过去。再有甲骨文来分析，顶面一个人展开双手，并拍开胯下。下面画一个人头顶戴2支大角，用白姿势行穿过胯下，胯下和头顶的角形成一个菱形。重点哦，这个菱形就是本字的释义，字声字本身的发声哦。即字读菱或者是软，意思撞过去，也有屈辱的意思。经过甲骨先生的解说，软脚骹安尼写有信心无？甲骨释文上尾一句也有屈辱之意，汉神的胯下之辱有屈辱无？说文解字嘛有上尾一句一月零之夜，安尼是毋是倒起来啊？零之原来安尼写，创之就是零之。创啥小朋友嘛，即字创。中文的从哪里来？台语就讲为对来。文音读从，鼻音读为。从的古意写作一对人，所以嘛会使读对。对倒来，对对来，嘛拢有人安尼讲。又对来嘛无错，也是标准用语。口音差的变化就无搁讲啊，伤复杂咯。有闲大家慢慢仔体会。这3字无共，拢有讲过啊，回家功课研究一下。从为何鼻音读为？来看从的甲骨文，倒边画一个鼠，正边画2个人，一前一后，身躯俑咧往鼠的方向行，读音就是有鼠切有伊为，所以读为，或者直接读有。有土堆下有甲骨文来分析，我安尼读过，有注意到无？为倒位安尼写，有法度接受无？若真正无法度接受，试看汉语博士教的，人有文献哦，周大伯倒位哦。讲完软脚骹，来看即支娘线。娘线的金文就安尼写，字就写做毛，意思呢，反正就是一种大旗。鼻音就读做无或者是
无。即字的经文画一个模字形的无仔卦，无卦的中央上端画一个向下的箭头，表示这是一个中轴速地的时间图。无卦内面有一双手当在做旋转的动作。按画面所说这个情景，会使看出古早时的无正符合现在赢妈祖的无线、娘线。带头即字带，上将无字生写，下将队，代表一支队伍伫后面跟随。综合起来，带的意思是指以神明的无线伫头前，带领信众游行，就亲像妈祖在出巡。日头要落山，人也是齐齐排队要软桥骹。排队要软桥骹，妈祖带头，为正开始，对妈祖指引的道路而行。